嘿，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點樣用 AI 整廣東話配音，對鍾意剪片嘅朋友嚟講一定好實用。而家好多剪片 App 都支援廣東話配音，好似 CapCut 同 Filmora 就係比較多人用嘅兩款。不過除咗呢啲，仲有啲專門做 AI 配音嘅工具，好似 Cantonese AI 同 Minimax， 效果更加自然，仲可以揀多啲唔同類型嘅聲音。以下就逐步教大家點用呢一啲工具。CapCut 係一款免費又勁好用嘅剪片工具，內置配音功能，仲支援廣東話。打開 CapCut，去到剪片畫面，撳音樂，揀文字轉音訊，然後打入你要嘅文字內容。去到語音選項，拉到最後，你會見到兩個廣東話聲線：粵語甜妹、粵語靚仔。大家好，我係 Joey。大家好，我係 Joey。大家好，我係 Joey。CapCut 嘅廣東話配音可能會有啲機械 feel， 但整體嚟講係幾方便嘅。Filmora 都係一款好受歡迎嘅剪片軟件，內建嘅廣東話配音功能都好易用。開 Filmora， 入到編輯畫面，揀文字到語音，輸入你嘅配音文字，然後揀廣東話嘅聲音模板，生成配音。效果同 CapCut 差唔多，但音質同自然度可能有啲唔同，大家可以試下邊個啱自己。萬興科技，讓世界更有創意。萬興科技，讓世界更有創意。萬興科技，讓世界更有創意。Filmora 都係一款好受歡迎嘅剪片軟件，內建嘅廣東話配音功能都好易用。注意，我試過用 iPad 版 Filmora， 發現係未支援廣東話配音。如果你想要更加專業同自然嘅效果， Minimax 一定係首選。佢支援多種語氣同語速調整，配音會更加貼近真人。去 Minimax 嘅網站或者 App 揀粵語配音。你好，好開心可以為你提供配音服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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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咁啱你中意嘅聲音，同我哋一齊開始聲音創作嘅精彩旅程。輸入文字，根據需要調整語速、慢、中、快、語氣，例如開心、傷感、害怕等等。撳生成，下載廣東話配音，再導入剪片用。Minimax 嘅聲音好自然，仲可以做多啲個性化調整，真心推薦俾大家。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廣東話 AI 配音教學啦。如果你想簡單快捷，試下 CapCut 或者 Filmora。如果你追求自然同專業效果，推薦用 Minimax 或者 Cantonese AI。希望可以幫到大家，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下我，咁我先可以繼續分享更多實用教學俾大家。